顾了一些啊，学长学那个学姐不要欺负学妹。好，我们再次掌声来谢谢万福跟娟，好，请合作。好，那主日学就是每一年都有颁发奖学金这个典礼啊，哦，主要是鼓励我们的小孩子真的要努力的读书，好，我们首先欢迎黄舒雅。好，林新培，好，陈恩浩，杨宇恩，黄淑妍，周以凡，好，陈以凡，好，高露，林新培。恭请我们的顾问长老、前长老来颁发这个奖学金。周以凡呢？等一下。好，再恭请我们长老做一个祝福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是不是让天上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！现在台前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们，都是主你所爱的。主啊，是的，求主赐给这些孩子们更多的聪明与智慧。除了在他们的课业上更加的努力学习，也在属灵的道路上更加的努力奔跑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主赐给他们更多的喜乐平安，也将他们的将来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，求主成为他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领他们，光照他们。谢谢你，亲爱的救主，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，乃是奉靠我主得胜荣耀的名。阿门。好，打红，等一下还没有，要没打红吗？好，没打红，好，请回座。好，把时间交给诗慧。好，现在请会众起立，现在颂咏，我们来唱《回家》。亲爱的耶稣，我感谢
愿我主耶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交通与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各团契要补充报告的吗？Ingat saya ingatkan dalam somian, bagus dalam somian. Nanti lah kita tak kita belum tahu tanah turun kita ya tu lalu cuma mahal kita nak tahu besar. 弟兄团契报告，等一下我们弟兄团契全体请留下，谢谢。好，还有人要补充报告吗？好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得主要献一首舞蹈，叫《三只小猪》。月亮木木。
天比较早结束哦，你的蛋糕还没来。等一下祝福完祷告的时候呢，请到办公室领取我们的蛋糕，谢谢。好，请仔细听，10月的寿星有张正发、黄敬山、林建志、吴秀香、许清宝、刘乾坤、苏丽花、谢贤静、郑恩妮、江婉仪、洪国威、陈家海、温家恩、珍珍、于丽雅、陈嘉恩、罗怡轩、陈轩，请站到前面。有吗？好，我们来唱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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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恭喜前长老，我们祝福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前面这些寿星哦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等一下会请他们每个说出那个自己的感言哦。好，这时候我们一起低头为这些台前的这些寿星做祷告。爱我们天上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个在台前的这些寿星们都能够有健康、平安、喜乐的心，也让他们在属灵的生活上面更多的增长。今天是属于他们的日子，也恳求主在从今而后更多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，也保守他们无论在居家、生活、工作或是课业上面都有更长足的进步以及成就。谢谢你，亲爱的救主。今天我们再次将台前的这些寿星们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当中，求主亲自带领保守他们每一个寿星。谢谢你，这样子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是奉靠我主得胜荣耀的名，阿们。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时候再来跟他们祝什么？生日快乐！等一下记得拿蛋糕哦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此结束，平安。